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竹市的棒球场，整修了后也未验收，就来启用，害球员来受伤，包括富邦悍将的林铁轩、甲魏转良3个球员，尤其是林铁轩伤到倒手的肩胛，爱开刀，至少都要休困3个月。这个球季恐惊拢无法度参加比赛咯，讲球迷是真爆炸，非常的不满。新竹市的前市长林志坚讲，会伫个医疗上，互林铁轩上大协助。那富邦的领队林华伟嘛来回应咯，讲除了健保之外，自费医疗的部分，就麻烦林志坚咯。另外，新竹市的代理市长专工去甲魏转良的球员会室礼，讲球员拢激一个西面，拢真无欢喜。富邦外野手林铁轩伫咧定启用的新竹野球场，在冲过拍落去这个动作，互道平彭思骨离开，引起各界注意。过去亲像王建民和郭宏志，拢我受到彭思骨离开受伤影响。不过这摆林铁轩的情形，认真讲淡薄无啥共款。一般棒球选手反复投球造成的投手，大部分是在上关节唇的破裂。有看到他的受伤的影片，他是一个扑球救球的动作，他可能前下关节唇或后下关节唇会受伤。以棒球选手来讲，你在做丢球的动作是要一个均衡，因为我们的动力链，我们脚蹬出去，身体都要平衡，所以必须两边的肩膀都要稳定的。我们的经验，像这种选手、非惯用手，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回去比赛。林铁轩受伤迄支手，虽无毋是惯用手，有机会好起来。敢若开刀，会阁继续观察。从新竹市长林志坚听了这个消息，拢感觉真歹势。听到林哲轩这个情况我马上致电给了这个领队林华伟领队那表示我的一个关心，那也希望说能够在未来医疗上如果有任何我可以来协助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尽一份力当时新竹代理市长陈忠贤嘛来到球员休困室关心魏转良的球员，总是相片内底球员的表情，和网友讨论个来噗噗。球场上的一些拼劲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看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球员能够不要受伤为第一优先。觉得新竹球场重新开启之后，却衍生出这么多问题，可能一些检验啊或者什么可能没有做到比较完善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做探讨的部分。不希望这一次的伤会成为一个他生涯的一个转捩点，就希望他可以康复，然后在角色好表现。场地的问题的确是有听到一些球迷朋友在讨论这部分。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专业的团队去做评估。这位球商，和各界拢真注重球场的安全。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讲，会伫咧医疗尽量甲林铁轩斗3工。富邦领队林华伟嘛讲，医疗费用除了用健保，除了自费医疗，得麻烦林志坚啊。非体育到政治种种议题爱处理，不过对球迷来讲，讲希望林铁轩会让紧好起来。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